第二章，毀滅一切。當人嘅暴行同罪惡滿盈，神無法再容忍嘅時候，佢就決意要毀滅一切凡有氣息嘅。至今，我哋仍然能夠看見埋喺世界各地嘅高山同深谷嘅岩層中嘅動物化石同遺骸。好多動物都係喺神對大地嘅可怕審判當中死去嘅。神已經宣告下一次嘅審判係要用火嚟實行毀滅。喺新約聖經嘅彼得後書3章10節中，我哋睇見咗呢啲說話。但主來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在大響聲中廢去，有形質嘅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嘅物都要燒盡了。世界上嘅人口增多咗，神睇見地上嘅人們罪大惡極，心思意念盡是邪惡，佢哋嘅生活已經徹底咁敗壞啦。神極其憂傷痛心，後悔喺地上創造咗人類。神話：我要將我所創造嘅生物都從地上消滅，無論係人類同走獸、爬蟲同飛禽，都要消滅。我後悔創造咗佢哋。然而喺當時，諾亞係唯一正直嘅人，所以佢得到神嘅特別喜歡，因而諾亞同神往來。諾亞有3個兒子：閃、含、雅弗。神對諾亞話：人類嘅最後結局到啦，因為佢哋惡貫滿盈，我決定要毀滅佢哋。你要用松柏建造一艘方舟，內外要漆上松脂，方舟內要建造倉房。方舟長300肘，寬50肘，高30肘。方舟嘅上邊要開一扇窗，高1碗尺。方舟嘅門設喺旁邊。全舟分為上、中、下3層。睇下，我必定要用洪水淹沒大地，消滅天下一切有氣息嘅生物，世上萬物全要滅亡。但我要和你立約，你要同你嘅妻子、兒子同兒媳婦進入方舟。此外，各類動物以及飛鳥、牲畜、爬蟲，你都要各從其類，每樣2隻。一公一母帶入方舟，好讓佢哋安然渡過洪水，保存生命，得以延續。你仲要帶各種食物儲存起嚟，作你同佢哋嘅糧食。諾亞遵照神嘅吩咐，一一做咗。神對諾亞話：你同你全家都要進入方舟，因為喺呢個時代，只有你喺我面前係正直嘅。7日後，我要喺地上降下40晝夜嘅大雨，將我創造嘅生物完全消滅。諾亞就帶住佢嘅妻子、兒子同兒媳婦一同進入方舟，躲避洪水。地上嘅動物、飛鳥同爬蟲亦雙雙對對，一公一母都進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嘅一樣。7天過去啦，洪水開始泛濫。嗰年嘅2月17日，地下嘅泉源都裂開，天上嘅水閘亦都敞開咗，傾盆大雨落咗40晝夜，水不斷上漲，將方舟浮起嚟。洪水急劇咁上漲，浩瀚橫流，方舟喺水面上飄嚟飄去。洪水肆意狂流，淹沒咗所有嘅高山，最後水勢比最高嘅山峰仲超過15碗尺。地上所有嘅飛禽走獸、牲畜爬蟲以及人類，全都淹死咗。佢哋都從地上被消滅，只有諾亞同方舟內嘅一切得以生存。洪水喺地上泛濫咗150日。
神掛念住諾亞同方舟裏嘅一切生物，因此神叫風吹遍大地，水勢漸漸平息，深淵嘅泉源同天上嘅水閘亦都關閉，滂沱大雨亦止住啦。於是水從地面慢慢退去，過咗150日，水終於消退啦。到咗7月17日，方舟停喺亞拉納山上，水又不斷咁退。到10月1日，山峰都顯現出嚟啦。又過咗40日，諾亞打開窗戶，放出一隻烏鴉。烏鴉飛嚟飛去，直到地上嘅水乾。諾亞又放出一隻鴿子嚟，探測水退嘅情況，但係遍地仍然係一片泥濘。鴿子揾唔到落腳嘅地方，又飛咗翻嚟。於是諾亞將佢接到方舟裏。再過7天，諾亞又放鴿子出去。黃昏嘅時候，嗰隻鴿子飛翻嚟，嘴裏叼住新嘅橄欖葉。諾亞就知道地上嘅水都已經退。再等7天，諾亞又放出嗰隻鴿子。今次佢一去不返啦。到1月1日，水全部退盡。諾亞撤去方舟頂蓋，向外一望，睇見地面都係乾嘅。到咗2月27日，大地完全乾透啦。神指示諾亞話：你同妻子、兒子、兒媳婦都可以走出方舟，所有同你一齊嘅動物、飛禽、牲畜同爬蟲亦要帶出嚟，將佢哋喺地上繁殖綿延，滋生旺盛。於是諾亞嘅一家人同所有嘅動物、爬蟲、飛禽走出咗方舟。諾亞為神建築咗一座祭壇，喺祭壇上為神獻上燔祭。神為燔祭而歡喜，並話：我不再為人嘅緣故詛咒大地。雖然人從年幼時心思就已邪惡，我已不再毀滅一切生物。大地存在嘅一天，春播秋收，夏熱冬寒，白晝黑夜，就生生不息。神賜福俾諾亞同佢嘅妻子話：你哋要生養不息，遍布大地，無論係地上嘅走獸同爬蟲，空中嘅飛鳥，或是海裏嘅魚類，都交俾你哋管理。佢哋都要懼怕你們。我要同你們和你們的後代立約，並與你們一起由方舟出嚟嘅生物立約。一切生物絕不再被洪水消滅，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大地。我把彩虹放在雲中，作為我和大地立約嘅標記。將來我讓雲層遮蓋大地嘅時候，彩虹必然在雲中出現。呢個時候，我就一定會想起我和地上一切生物所訂立嘅永恆嘅契約。